台年度大戏天子有的艺术，其他的结合为金钟奖、杨丽、杨头、香港文明村。对小朋友。那你是要拜你自己还是拜我儿子？使就使到唔充嘅，佢從來都冇話咩。咪公話早死睇咧，好罪孽，刚才那一生个知道。就是因为他们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。可能当你觉得你比较幸福，接受了他们，就要接受他们全部。不要再来，不要了。金钟团队全力打 call。那个做中途后演嘅螺丝，就像个甜点之类的书，炸点不是标准。天子有的艺术，3月23日起全力放送。拍手。